我要脱吗？要脱到趴着啊！脱趴着是吧？哦，可以，裤子肯定不脱啊。真係假？卷卷的，跟住佢麻麻地，对，麻麻瘪瘪的哈。對啊，就有脹脹的感覺，就是。哇！現在再感覺一下。哦，鬆晒成個人，成日鬆晒。Hello， 大家好，我係灣區朋友仔婷。今日婷咧帶大家行夜市，但係咧同上輝夜市係非常之唔一樣嘅，獨一無二嘅，係中山市嘅中醫藥健康夜市啊。咁呢個咧就我哋包括埋宣揚我哋嘅一個中醫文化啦，同埋一啲醫院嘅一個義診服務咁樣。大家可以見到嚇，我哋7點鐘開始嘅，依家7點37分啦，現場咧真係人流咧非常之多啊，好過淨多過今日嘅雅居樂嗰個開盤特價啊嘛，係咪啊？咁呢個夜市咧，一共有4間醫院嘅，咁其中有我哋嘅博愛醫院啦，嚇中山市嘅中醫院啦，同埋咧我哋嘅第二人民醫院啦，同埋我哋嘅院大醫院等等嘅，咁就係有好多個類目啦，好似呢度咁樣，就係博愛醫院嘅專門中醫專家嘅義診，係啦，呢個係中醫院嘅義診嚟嘅，一般有啲小朋友啊，或者係心肝脾肺腎啊，我哋可以睇，同埋咧包括埋呢度就係中醫院嘅一個呢度嘅刮痧我哋嘅理療嗰個區咁樣啦。嗱，咁今期啦，咁我都係帶住任務嚟嘅，因為我自己咧有個老毛病就係我條頸啊，因為玩手機玩得多啦，咁成日就壓到神經，導致咧有時候我哋嘅左手咧就會冇力啊，或者係痹咁樣啦。咁我哋今日咧都去睇一睇我自己嘅老問題，係啦，我哋揾一揾嗰個肩頸理療嘅個攤位喺邊度先嗱。其實好有一個教育意義嘅，好似呢個區咁樣啦。呢個區咧就教大家去認識翻我哋嘅中醫藥嗰個胡椒係咪啊？係啊係啊。胡椒草果。係啊。石斛嗎？呢個係相思子係咪？酸棗仁。嚇？棗仁啊，酸棗仁。酸棗仁。呢個真係唔識。哦。呢個係嗰個春沙仁。係啊。呢個藏紅花，紅花嚇，玉松蓉係咪啊？唔係咩？烏梅，嗰個太子參，唔係麥冬哦，麥冬。其實都好有意義㗎，因為咧好多後生仔唔識，睇下我都唔識㗎。因為我經常煮菜咧，我會用到胡椒用到嗰個草果嚇，因為我哋經常去燜牛肉燜羊肉咧會用到草果白角，所以我就會清楚啦咁樣啦嚇。就包括埋咧，其實好似呢個咁樣就係做咗好多，因為小朋友咧唔中意食中藥啊嘛。依家咧博愛醫院中藥棍仔糖喎，直接將中藥咧變成一個叫做棍仔糖嘅形式咧，俾更加多啲小朋友咧可以更加容易咁接受啊嘛，係咪啊？因為如果叫佢飲黑密密又苦又臭嗰啲中藥咧，好多小朋友咧就好唔中意嘅。咁但係咧做咗另外嘅形式咧，相信會更加容易接受啦嚇。咁其實中醫咧都喺度不斷咁改進翻，同埋迎合翻而家嘅年輕人可以接待嘅一個情況咁樣。我覺得呢個係 O K 嘅，呢個 O K 嘅，因為唔再死咕咕啊，唔再死咕咕。好似呢邊咁樣都係㗎，做啲穴位嘅按摩啊、頭療啊等等嗰啲嘢我哋可以去睇睇。係咪啊 ？OK， 咁我哋依家咧揾我今晚嘅重要嘅任務啦。我哋去肩頸理療呢個位置。呢個係中山市嘅中醫院，就係西區呢個三甲醫院嘅。我哋依家去排隊先啦。而係人得好多，係啦。排隊太耐時間啦，就唔同大家講啦嚇。等陣見。驚個心情有咩心情？咁長個針喎。唔驚，冇痛過。冇痛啊？雞蟻咬咁。蟻咬咁啊？係啊。係咪㗎？冇呃我喎。冇呃你真係㗎。我哋常，因為我之前都針過喺雍之針過我之前。然後自己帶着手一組活動，這個很安全的。然後活動過個20到30分鐘過來，讓我看下一個。我那個什麼，我那個之前去照那個片是那個曲頸，那個頸變直了，本來是 C 字的嘛，變緊，然後壓到神經線，偶爾的話這個手會麻。
这个位置会麻，然后这个麻还是这3个麻，还是这2个麻？这2个麻，啊，这2个麻。这2个麻，然后的话偶尔这个位置会比较痛。啊，如果说我之前有拍片，有在中医院之前有做过，但是2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会偶尔会痛一下。你拍过什么片？CT。CT。对。结果是什么？啊？结果是什么？拍的结果呢？结果就是说我这个曲颈有点变直了，本来是有弧度的嘛，一个 C 位是不是啊？就变直了，后面压神经线。现在我只要能不能打开我看一下那个报告？我看一下啊。中医讲的话，有的时候。哎，对，就是这个。这是一个胸部的，我这给你。哦，胸部不是，胸部是骨折了，上次骨折，肋骨骨折。应该只能查1年的吧？应该只能查1年，这个胸部。对。这去年骨折了。哦，还有第4类骨折的。对，骨裂，应该说骨裂了。原性骨折。可以。现在呢？现在你给我说一下症状是什么？啊，现在就是大概是这个位置会闷痛那种，闷痛的。哦。然后这个位置闷痛，然后有时候就是我们贴那个药膏，贴完之后那个日本那个药膏就没事了。然后后面我现在睡那个硬一点的，然后那个不睡枕头的话就没事，如果睡枕头的话就高的话还是会痛这个位置。哦。要不得等一下，要不得趴着，我给你指引一下。趴着是吧 ？OK。坐着的话不方便。行，那我在旁边等一下。再等一下，他这边你看一下时间。OK。再过10分钟，其实我叫一下。哦，好的，OK，好。我主要是脖子这里比较硬。醫生話等陣要我趴低喺張床上邊咧，應該要解開件衫同我針灸嘅，因為話啱啱呢個肩頸呢個位置咧嚇，就趴住針灸嘅會更加到位。針完之後咧，大概就要等20分鐘，等佢嗰啲即係食到力度之後再咁樣啦。等陣有時啲血腥啊，場面非常之血腥啊，等陣小心觀看。未成年嘅咧，一定要喺家長陪同下觀看。以下節目部分內容可能令人情緒不安，敬請家長留意。心情有忐忑啊！我哋講，真係忐忑啊！咁大仔未試過當眾剝衫啊！我哋講，做咩姐姐笑得咁開心？咁結露少少啫嘛。唔係佢吉我膊頭，應該會可能佢都會俾多個。又唔叫你露再咩？我怕醜噶嘛。係唔怕㗎。醫唔怕醫，冇咁多觀眾啊嘛。沒有，咁快可能我哋學醫嘅喎。我哋學醫嘅。所以我哋喺學咗嘅學校都係全部都見晒。哦。見多就好似嚿肉咁冇區別啫，係咪啊？到我啦嘛？我要拖嗎？你先等一下，他在前面啊，要拖到趴着啊。拖趴着是吧？全部全拖還是怎麼樣？短袖拖了就可以，褲子不要脱。哦，可以，褲子肯定不脱啊。真係假？唔係你拖咗過住下邊得㗎啦。唔得咯，係咪啊？唔得啦。你把這個脱下來，你的肩膀會比較放鬆。要把你鬆的比較緊。後邊。就你放鬆一下。可以這樣可以是吧？對，好的，試一下。好的。趴下來你給我指哪一塊最難受？這一塊。對，就這個位置哈。有時候是這個位置最難受。哦。翻過這個地方。啊，這讓來。阿姨，來，這，哎，不錯，哎，該錯的這個是我的，該脹脹地，跟住佢又麻麻地，對，麻麻地的哈。對啊，就有脹的感覺就是。對啦。好，起來再感覺一下。
真挺好的。啊可，以穿上衣服了，穿衣服是吧？对然后擦完了是吧？OK。穿上衣服就坐在这儿。 OK。往年啊，八達通。我度痛啊，整得就係。得啦，去排隊得噶啦。你挺好嘅。啊，好漲漲地，真係漲漲地。就坐在这儿啊，我坐喺度，背着我啊。飛咗你 OK，飛咗你。薯條沙頭。交叉爆肚，等一下我夾個咪先，好快。我夾個咪先，OK，爆肚。哇！现在再感觉一下。哦，鬆晒成個人，成日鬆晒，能鬆幾成？感覺鬆6成左右， 6成左右，6成就很好了。很好是吧算了？因為我彎上左邊的話就會很不自然，這邊。幫鍛鍊一下。這樣，這樣，手是這樣是吧？對，就這樣。要擴胸是吧？對。慢慢鍛鍊鍛鍊。好的，行可以。 OK，好，謝謝醫生，好，謝謝。OK 啦，我啱先針完之後，俾佢拉咗一嘢，大概鬆咗6成左右。因為其實依家僆仔嚟講啦，總體嚟講都係一係就頸椎，一係腰椎。好似我哋都叫到陳年舊疾咁樣，因為咧大家玩手機玩得多，長期個頭彎住啊，嗰個脊椎、嗰個頸椎嘅位置咧，本來係一個半 C 型咁樣嘅，咁但係咧長期咁低頭之後咧，就會變成低頭族，就呢度就會變直，就會壓到神經咁。所以咧玩手機之餘啊，建議大家多啲去出邊睇下成個世界，抬頭望下天空係點樣嘅。OK， 我哋繼續去體驗下一 part。係啦，依家7點半時間啦，啱啱開咗半個鐘左右時間啦。其實現場咧人咧慢慢多咗身啦。食完飯之後過嚟睇下，同埋咧即係叫做學習下中醫嘅傳統文化咁樣，我覺得非常之有意義呢個活動啊。同大家講講就係咧，呢一個活動咧就係每逢我哋節氣後一個禮拜咧就會有我哋嘅叫做舉行呢種嘅，咁每個月嘅話，每個星期舉辦之前咧，喺我哋中山發布都會有相對應嗰啲信息啦，通知大家咁樣噶啦。嗰邊係睇病嘅，我睇下試下面去刮下痧好唔好啊？得唔得啊？刮唔刮到啊？因為而家人好多，其實排隊排得好耐。唔通啊！咁呢個位置喺中旅彩虹嘅3期，呢度係3期啊，然後咧呢度係3期啊，然後隔離係4期，3期同埋4期中間嗰條街嗰個位置啊。咁其實咧中醫好得意嘅嘢就係咧，包括埋我現時咧都飲一啲中醫藥，中醫佢哋配嗰啲咩清肝明目啊、咩利咽啊嗰啲咽喉腫痛嗰啲咧，我哋都會配嗰啲啦。依家有啲叫做茶飲茶飲就可以你平時可以煲茶啊，或者係沖茶飲嘅一個叫做中藥製劑中藥製劑咁樣嘅。而家人開始多咗㗎啦，再加上呢度的確好便利。好啦，咁我哋今期嘅視頻咧就差唔多結束㗎啦，咁都希望啦各位街坊去慣咗其他只有檸檬茶、只有無骨雞腳嘅夜市，都可以過嚟體驗下呢一個非常獨一無二嘅石中山獨一無二嘅夜市咁樣啦嚇。OK， 咁趁住人多啦嚇，我哋節目嘅到呢度差唔多結束㗎啦。我哋等陣咧就開翻個直播同大家親身體驗一下身臨其境嗰種感覺啦。拜拜。